咱继续来关心非洲猪瘟疫情。台中市府扩大环境的采检，也有封锁的范围，而且嘛增加高风险的场所。不过农业部讲，国军去低调消毒了后，台中市府昨昏煞是搁派人去消毒，安尼惊会去影响到采检。然后台中市府这边是回应讲，是因为动保处的人员有误解去，才会家己搁走去消毒，所以会严格处分，嘛袂允准任何扰乱防疫的行为。巷仔出入口站起来，无要互车进出。台中标出非洲猪瘟进入第11日，启动第3阶段关键防疫。台中市府宣布扩大封锁限制市市场周边道路，而且注重采检附近2个沟仔拢是阴性。附近排水沟跟这个暗场连接的这个排水沟，那水质抽验是阴性。另外呢它门口的这个道路我们有一条巷道，我们把它封闭避免这个暗场它被扰动。不过农业部记者会批评，按例市市场伫国军消毒了后净地，原本初三正常采样，不过台中市府初二刷起清消扰动，会互检测结果误判，违反台中市府违反工作内容，希望防疫中央地方爱合作。在今天又进场去清消，那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清消的理由何在？因为一般我们在做采检的时候，一定要等所有的那个清洁剂都干了以后去采检才有效。面对这样的非洲猪瘟，我再次强调，一定是中央跟地方一定是通力合作，而不是一个自走炮。不过市市场是不是研究禁止？农业部表示，公这上过早，地农意愿也无悬，后续也会评估。不过中央各地方拢承认，防疫上对市市场第三步执行规范，一般疫调方式也无法度要求强制进入有修法的空间。猪粪的一个堆积的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防疫的部分，因为并没有做相关的一个规范，就是说它要多久清除一次。猪农看是不是让我们可以进去，一般我们是不会强制进入，除非说你有接获到特别的讯息，说这一场有异常死亡情形。台中市宣布，初三开始将喷掩埋场由原本的4个减少做1个分散掩埋场，原本后里部方2个掩埋场会先设电回离，并将通报太平区、山区有民众饲6只山猪，也得照顾风险场合来访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